子出来。哎呀，好了，老头儿，快来。走吧。把这2块留着吧。好吃啊！哎呀，手了。放点奶片吧。好吃点肉啊！啊，放奶片不？要。没有不要的。泡了才好吃呢。奶渣子再给你放点。给小块肥的，你想吃哪块？给小块肥的，哪块肥？小块肥的，行不？行。我要不行，你还不给吃了呢呗？就这块。这块肥点的，就爱吃点肥的。煮好了吧？这这玩意儿还得牛粪火煮好吃。吃2口就是不冷啊。我咋那么不信呢？你说吃2口不馋了，我信；吃2口不冷了，我不信。我一会儿拿牛肉汤给你做个牛肉面。就行。行吧？走。这晚上吃点面吧。老头，我给你切块黄边儿。看这边多黄。你张嘴。哎，不行，就喂一口。哎呀，好咬我。